社山区走山真严重，互人看到会惊。住伫台中新社一个姓林的民众哦，伊按新社水井架顶头盖翕落来，发现讲规个山坪拢走山，造成呢中88线顶的边坡拢放落去，规个山是安尼曲溜溜，土石放落去嘛，致使着这方圆当用里。通往着新社水井架的这个道路拢断去，禁止通行。若是西路，至少拢爱加行点外钟哦。放弃的路段呢，差不多有80米，范围是差不多2公顷。另外，伫台里建东一家的产业道路嘛，受到大雨影响，边坡的土石落落来，路面嘛放落去。空中摄影机飞去的新社山区翕到的画面，足恐怖的。山壁亲像风鬼剃头同款，变做屈头山，走山造成中88线规片放弃。新社水井架到丰原东阳里的路段去，无法度过，西路上少要用1点钟的时间。整个路都看不到了。现场土沙石头为山顶落落来，树仔嘛规丛倒去。另外一边路规个断去，看会到的全部拢是沙石。住伫新社的林先生透过空中摄影机翕到走山的画面，山边放60公尺深，80公尺宽，范围有2公顷，白落风台就直要来啊！市政府嘛赶紧想办法来处理。发生的时候，先赶快彻查我们附近的这些居民，还有山上的这些有没有餐厅或相关受影响。那初步呢，我们人员都安全哦。那我们现在先做了这个2端道路的一个封闭，那也做了一些告示跟改道哦。着行走山的范围变大，市政府唔拿封路，嘛疏开危险区的民众。伊个等到风台过了后，才有法度来中建，镜头来到台里建东一家产业道路。早上刚刚清好的路又瘫痪了，因为落大雨，沙石落落来，路的有几个位拢落落歹去。因为这条路是在地民众出入，搁有载轨子用的路，另外嘛是爬山的步道，即马路歹去，市政府水利局嘛随派人先做暂时的处理，等到天气变稳定啊，才搁来修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